就来到台北的艋舺，警察巡逻发现一台小客车违规停伫路边，原本要落车放松偷开的乘客，一看到警车，马上关车门密去伫车顶，行为真怪奇。警方就来检查超车，果然超出着枪甲毒品。10外警察甲黑色轿车包围，也强攻手电仔直照车内底。 驾驶乘客戇神伫边仔徛咧，轿车规个扁透透，结果佫变出真侪违禁品。你把那个白色衣服被铐那个带过来。车内底抄着枪甲枪支，警察拢唔敢大意，那规个派出所警察拢出动，佫摕冲锋枪抬兵。 事发地点就在台北市万华区的贵阳街这边，当时轿车呢是临停在人行道的红线上面，遭警方盘查，意外搜出枪炮毒品。16号暗时11点，警察发现一台黑色轿车违停，原底落车的乘客看到警察随关车门，真怪奇。警察先伫驾驶座抄到有解过的枪5粒枪支，搁伫后壁痴线乘客遐发现4包一级毒品。痴线男子坦白讲，枪是伊等伫后壁的，毒品嘛。 是伊个，互警察铐起来，带倒转去。全案讯后依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。随望其他3个人拢讲唔知情，不过要是互警察带倒转去厘清。根据了解，4个人拢讲要去花西街找朋友，不过煞讲袂出朋友的名字甲地址。痴线男子嘛无要交代枪炮毒品的来源。目前警方已经查考相关的手机啊，会继续去找会头来侦办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